每位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今日有这个机会，是我来双人教会负责英语部区第一摆，伫咱第几礼拜会当分享上帝的话，也是感谢上帝，让我有机会伫双人教会服侍。其实后个月就是满49年啊，就是49年前我。伫咱教会的对面马街病出世，但是出世了后，还未到1岁，我爸爸妈妈就带我和我的姐姐离开台湾，到伫美国。大部分的时间拢伫美国的加州，所以我是加州大汉的。自14年前，2011年，因为上帝呼召，我就带我和我太太。甲2个囡仔对美国加州等来到台湾，嘛是伫台湾会当生第3个，这是上帝的祝福。嘛是互我有机会熟悉搬转去我爸爸的故乡嘉义，伫嘉义基督教病院医牧部服侍医，这拢是稳定。然后上帝的呼召，互我会当回应呼召，当去城院。对台湾城院伫2019年毕业，这拢是上帝恩典。期待有机会会当熟悉所有城人教会兄弟姊妹，毋是英语牧区的兄弟姊妹尔。但是咱若看，其实咱的教会真大，要熟悉所有的兄弟姊妹需要时间，所以我慢慢会熟悉所有的兄弟。希望我关心的毋是讲英语牧区尔，但是整个城人教会，因咱是一间教会，上帝所立的教会。分享信息进前，咱搁一摆来感谢来祈祷。特别上帝感谢主你的恩典，互阮会当三甲自责，求你开阮的心，互圣神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互阮会当晓悟主你的真理。互你的话语会当搁一摆来感动阮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今日要看的是马太福音14章。咱若看马太福音，咱会发现，伫大开始第1节有讲到希律王。这个希律王，咱也是叫做希律二世。就是马太福音第2章，耶稣出世的是迄个大希律的后生。伊听到耶稣的名声，听到耶稣会当行神迹，伊家己伫遐咧想，这个敢毋是行洗礼约翰对死人中国活？后壁圣经就描写希律王安怎甲行洗礼约翰掠着，关喺监角，最后甲伊杀死。所以最后马太福音第14章，互咱看到世间的力量，希律王代表世间的权势，有毁灭的力量。但是咱知影，耶稣毋是行洗礼的约翰，约翰来是要备办主的路，主耶稣。咱即马教会的兄弟姊妹知影是上帝的囝。伫今日马太福音17章，咱嘛是会看到学生明白耶稣就是上帝的囝。马太福音17章看到是世间的溃烂，世间的力量，但是煞接，咱有看到咱所熟悉的故事。耶稣用5块饼、2尾鱼。互5000个人会当食饱，伊是安尼做，是要因为伊关心遐个人，伊会疼，伊会怜悯。所以虽然希律王代表即个世间的力量、毁灭的力量，但是真紧，咱就看到另外的一个力量，就是上帝国的力量，有怜悯，有关心，有疼。其实，咱的世间有足侪黑暗的所在，咱毋免较侪。但是，咱的世间
需要的是关心、怜悯、和疼，这是耶稣代表的。然后，伫今日这个经文，咱会看到耶稣，毋是讲要满足咱的身体尔，互咱会当食饱啊，当去好势尔。但是伊嘛是要拯救咱每一个人。所以耶稣基督代表上帝国的观念，显出怜悯甲拯救。世间是要掠咱的性命，抢咱的性命，但是耶稣要抢赎性命。所以，咱伫马太福音14章有看到这个力量，一边世间希律王，另外耶稣基督上帝国的力量。所以，咱今日所以来看后壁这个故事，对22节开始，经文讲耶稣随时逼本道上船，先过去对面岸，伊家己留地，介绍群众四散了后，耶稣家己就山起啊祈祷，因为咱知影伊甲上帝有即个真特别的关系。想要和伊的阿爸爸沟通，天暗的时，伊要家己伫遐。迄时船已经离岸真远，因为季风互影拨来拨去，非常危险的环境。25节，天要光的时，耶稣伫湖的顶面往门道行到遐。门徒看到伊伫湖的顶面伫行，真着惊讲是鬼。因惊到安怎？大声喊出来。耶稣随时甲因讲：安心是我，毋免惊。所以咱今日看到门徒伫船顶，拄着环境的危险，但是经文讲因开始迄当阵就开始惊，其实因袂惊。这是因的专业啊，因是掠去的。因为当挖靠因家己过去的经验、因的能力、因所知影的代志，来面对这个环境的危险，因袂惊。因开始惊的是会看到，因袂当解释啊，因将来无拄到的代志，耶稣基督行伫水面。因惊的是，因看到因袂当因家己过去的经验。来了解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，甚至因是讲是鬼，就开始伫遐大声喊出来啊！所以这个惊毋是讲因伫遐皮皮喘是心惊尔，但是惊到袂当控制家己，伫遐大声喊出来啊！但是耶稣来讲安心是我，毋免惊。所以这是今日分享的第一点，信心的挑战。耶稣基督期待咱每一个基督徒会当学习倚靠伊。咱军队耶稣的过程的中间，会拄着信心的挑战。信心的挑战意思是要当用咱过去的经验、我家己的力量、我的专业来解释。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信心的挑战是讲，我在倚靠除了我以外另外的一个力量，这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信心的挑战超越咱的经验、咱的能力，有伊的目的，为着咱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，会当成长，会当学习倚靠主。当咱倚靠主的时，咱有时嘛是会发现讲，要军队耶稣面对这信心的挑战的时，嘛是会惊。有时咱在服侍，也是咧军队耶稣讲啊，我唔知影要安怎样透过我过去的经验来了解这个信仰，来真正服侍主，来听出来的人，来听兄弟姊妹，有时会惊。有时唔知影要安怎面对，但是亲像门徒同款，主徛伫咱的边仔讲安心，是我，毋免惊。咱在面对信心的挑战，
这是咱信心要成长、要学习，毋是我靠我，是我靠主耶稣的一个真重要的功课。所以彼得要接受这个挑战啊！伊讲：主啊，若真正是你命令我行伫水面去你遐，彼得真勇敢。伊知影讲人无法度行伫水面啊，但是伊愿意面对信心的挑战。较拄有讲，信心的挑战是超越咱家己的经验、咱的能力。那彼得看伊家己的经验，伊家己会当做的代志，伊袂安尼讲啊，因为伊知影人无可能，这是一个 impossible 的代志，无法度，无可能。但是讲，好，我愿意试看觅，我勇敢要行去耶稣遐。耶稣安怎回答？讲来啊，来啊！就是讲好啊，你要来，你来来，看你的信心偌大，好，你来学习。彼得就对船会顶面落来，行水面去耶稣遐。但是30节安怎？彼得一个看着风遐尔啊大，就惊。本来伊看耶稣真勇敢，要落船行到耶稣遐。但是和咱每一个人伫信仰的过程的中间同款，有时看到是环境，看到是人，看到是挑战，开始烦恼，开始惊，煞要沉落去，伊就大声喊讲：主啊，救你哦！也是古早台语的翻译：主啊，救我！耶稣随时伸伊的手，甲伊扣咧，讲：小心的人啊！是安怎咧摇伊？所以当咱甲咱的生命放伫耶稣的手的时，咱嘛是在学习要安怎来活靠伊，互咱当信心会当成长，互咱伫信心学习跟对耶稣的过程的中间，会当学耶稣。这是基督徒的福气，嘛是基督徒的责任。但是咱若看到彼得，看起来是有真大的信心，真勇敢，落船要行到耶稣遐。但是耶稣最后讲：“你失败啊！你是一个小信的人。”所以，足多人讲啊，这段经文是要教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大家比彼得有较大的信心。但是，咱敢会想讲啊，我要落船无法度的，我可能和其他的学生、其他的分道同款。要伫船顶，讲啊，这个彼得气笑啊，人无法度行伫水面，伊既然要安尼做，咱来反讲，其实咱嘛是无迄个勇气，会当真正讲耶稣，我知影我做袂到，人袂当做的代志，我袂当我靠我过去的经验，我坐伫遐好好来敬拜你就好啊，安全的所在。无爱调整我家己，我的有限，我就讲伫遐，我无爱过迄个线，我会当做我家己会当做的代志尔。但是若有人要问讲，你敢会当做较济？无愿意做。所以今日若要学习讲，咱大家比彼得有较大的信心，也是马太福音14章这段经文要，互咱会当学习有真大的信心，咱嘛是真紧。就看着讲耶稣会对咱讲：小信的人啊，是安怎摇伊？咱若讲我要爱有较侪信心，其实有时是咧讲我要相信家己。我当有较侪信心，是咧讲我要有较侪自信，相信我会当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但是耶稣要爱咱学习的，毋是对咱家己有信心，但是要相信伊。因为耶稣是信实，有能力，有气力，所以彼得真勇敢落船，要行去耶稣遐。但是看到风真惊，就要沉落去啊！耶稣来救，讲小信的人啊，安怎来摇伊？咱伫咱的信仰过程的中间，嘛是常常的犯
咱的信心不够格。但是咱莫烦恼讲啊，是安怎？我看其他的人充满信心，啊，我的信心遐细。其实，咱发现讲，咱是小心的人，嘛是上帝要爱咱学习的。当咱家己发现讲，我无法度，我得挖靠其他的力量，才会当互咱真正了解耶稣就是迄个力量，毋是挖靠家己。有时咱看其他的人，哦，真正真勇敢，无咧靠因要搁咧挖靠因家己的能力、因的经验。但是咱要透过咱学习，挖靠主来超越咱家己的经验、咱的能力。互咱会当真正做上帝国的代志，互咱当完成上帝的心意。其实，伫圣经内面有真好的例，咱知影有保罗先生，伫新约圣经的内面，对咱来讲是真重要的一个人。伊对新约圣经的贡献真大。咱知影即个保罗本来是迫害教会的法利赛人。然后伫大马色的路上拄着搁活的耶稣，因为拄着耶稣，伊的生命有真大的转变。本来是迫害教会，即马是为着耶稣基督传福音。伊就真做真重的宣教师，去传耶稣基督，去传耶稣是基督，伊对世人中搁活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当得到生命。对迫害教会，即马是咧帮助教会、建立教会。但是咱莫想讲保罗咧传福音的过程中间真顺利，其实足侪人无要听伊的话，足侪人拒绝伊，甚至保罗面对每一日生甲死的危险，因为一寡犹太人想要刣死。所以咱莫想讲保罗哦，足轻松的咧传福音真快乐。其实咱无看到，可能伊伫遐嘛是每一日拢咧烦恼，每一日咧想讲啊，莫做啊，因为服侍上帝真辛苦啊。伊面对足侪代志，伊可能袂当讲出来，甚至我相信伊嘛是有时伫遐咧流目屎，讲上帝，我毋知影敢会当继续行落去。我知影，我即马生命和过去无共款，但是我面对这信心的挑战的时，毋知影敢有够格。咱是安怎知影？保罗可能有安尼咧想，因为咱伫哥林多后书，即项即摆可能作熟的一段经文，伫12章第9节到10节，伊就是耶稣伫保罗上软弱的时。可能要放弃啊，无要做啊。讲伊无法度，伊无气力，会当继续行落去。主耶稣对保罗讲：“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，因为你保罗软弱的时，我的气力才会通完全发挥。”保罗安尼回答：“因为安尼，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。”保罗讲：“我爱夸口我的软弱。”毋是我的信心，毋是我偌高，通互基督的气力点伫我的心上。第10节，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我甲软弱、不足、困苦、艰难、甲迫害，看做是好。啥物人会安尼讲的？软弱、不足、困苦、艰难、迫害，有人要刣死，这拢是好。因为我什么时软弱，迄时就坚强啊！迄时耶稣的恩典有够伊用。这是保罗咧传福音，面对伊家己，知影伊无法度，想要放弃啊，无要搁做啊。耶稣提醒伊讲：你每一个摆面对这软弱、艰难、迫害、困苦，这就是恩典的机会。因为恩典是你做袂到的事。才会临到你的成就。你若会当挖靠家己，你的经验有够格，其实你无需要恩典啊，你无需要耶稣啊，因为你家己真厉害啊。你嘛无需要信心啊，你家己做就会使啊。所以保罗互咱看到的就是一个软弱的人。虽然咱
即马想的保罗真伟大，但是背后是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毋是伊家己。所以保罗看到耶稣讲：“你软弱的事，我的快乐才会当完全发挥。”所以，咱若等下到今日的经文，对恩典的角度，毋是信心的角度，因为咱知影彼得是小信的人，这咱今日看到已经知影。但是对恩典的角度来看今日个经文，咱啥物时阵有看到恩典进入今日个经文？敢是彼得真勇敢落船要行到耶稣遐？毋是，是彼得看到风，看到环境，开始惊，要沉落去，失去迄个生命的时，大声喊：“主啊，救我！救了哦！”耶稣的恩典进入今日个故事，耶稣基督的恩典降临伫彼得的身上。耶稣拯救彼得，可以当经历到主耶稣的恩典。耶稣的恩典毋是彼得勇敢要落船的时出现，是伊即要失去伊的生命，要沉落去出现伫咱今日的经文。所以恩典毋是彼得勇敢落船的时出现，也毋是伊成功行到耶稣遐。但是恩典出现是伫彼得失败的时，伊要沉落去，讲：“主啊，救我！主啊，救我！”这是彼得迄当阵真短，但是真有效的祈祷：“主啊，救我！主啊，救我！”最后，因就船风就点起，船顶的人拢跪了拜伊。这个伊毋是彼得，因拜的是耶稣。伊讲：“你真正是上帝的囝。”所以彼得若充满信心，有法度家己行到耶稣遐。咱会记即伫船顶，也有其他的门徒在看。因若安尼，因转来，遐个门徒会讲安怎？哇，彼得你 No.1， 彼得你真厉害，你是阮大家学习的。你是大有信心的，因可能是拜彼得，但是因为因伫船顶看到彼得无够格，无法度，虽然真勇敢，但是最后是失败的。因就看到恩典，看到拯救，因知影讲耶稣基督值得因敬拜的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囝，连迄个风嘛是会听耶稣的话，耶稣有快乐，伊的恩典、伊拯救，互咱看到耶稣才是信实的，毋是彼得的信心。但是咱若想看觅，彼得讲是失败的，但是伊最后敢有行伫水面？其实是有，毋是伊要行去耶稣遐的时，但是耶稣拯救伊，牵伊的手，因两个拢行伫水面，等到船顶。所以彼得最后敢有做人袂当做的代志？有，但是毋是家己做的，毋是倚靠伊家己的信心，乃是倚靠耶稣基督。耶稣牵伊的手，互伊会当完成行伫水面，这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咱今日看，毋是个信心的故事，是恩典甲拯救的故事。彼得安怎样来完成这件代志？是因为耶稣的恩典，耶稣的拯救。所以本道毋是看见彼得的信心伊的成功，本道是看见耶稣的恩典甲拯救。所以拜是耶稣，毋是彼得。伊讲你毋是彼得，而是耶稣，真正是上帝囝。所以见证的重点毋是人，是耶稣基督。这个是咱今日透过今日的经文要学习的。所以顶礼拜甲这礼拜，咱教会要经选新的种集出来。咱嘛无期待讲种集是显出比彼得较大的信心，
乃是愿意超越家己的力量来学习活靠主。这嘛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学的一个祈祷，真简单，主啊救我。当咱面对咱的信仰，讲咱要爱跟对耶稣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互咱信心的挑战。但是知影迄个信心的挑战，互咱看出来是一个小信的人，正常。因为耶稣要咱学习，无法度，我可以，互伊的恩典、伊的拯救会当降临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互伊的恩典、伊的拯救会当降临伫咱双人教会，互世间看到的，毋是遮个人偌高，是上帝偌高。上帝真厉害，上帝恩典的拯救充满伫教会，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。所以当咱失败，即要沉落去，亲像彼得共款，咱嘛是在学习迄个祈祷，主啊救我，主啊救我。真简单，毋是祈祷一摆尔，有可能每一日拢在学习即个祈祷。早起时要出门之前，主啊救我，因我在面对这个世间，我在面对学校，我在面对公司，我在面对足侪人，主啊救我。互咱的见证，毋是互人看着我的信心的见证，乃是看着耶稣基督恩典甲拯救的见证。头拄有讲14年前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其实这整个的旅程，有一寡人可能讲真有信心嘛，真勇敢，全家住伫加州，愿意倒来台湾服侍主。但是你若详细看我这14档的见证，我行的路，其实你嘛是袂看到，拢是成功。你嘛是会看到足侪挣扎、失败，过去嘛是怀疑，嘛是讲敢有要继续行落去，也是转去美国去遐工作，安尼生活较好。所以，我伫回应呼召的过程中间，无论咧服侍，还是伫圣院的时阵，嘛是拢咧学习主啊救我即个祈祷。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免计较，讲互人看着咱的信心。但是讲我承认我是一个小信的人，我愿意我靠主，毋是我靠我家己。我愿意记得讲主啊救我，毋是我会当救别人。咱所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拯救，是教给咱用的，毋是咱家己会当互别人啥物。咱上好的传福音的方式，互因会当熟悉耶稣基督，传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毋是传到咱的面前。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登记的时，即礼拜的时，试看卖。祈祷真简单，4个字尔，主啊救我，主啊救我。咱做下头祈祷。特别上帝感谢主你的恩典，互阮咧面对阮信心的挑战的时，看着讲惊吓、犹豫、小信是正常的，因为彼得甲圣经内面的保罗，因咧服侍的过程的中间嘛，常常面对因的有限。但是当阮面对阮的有限的时，你提起阮，这是恩典的机会，拯救的机会。亲像彼得同款，你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整个圣人教会学习这个真简单的祈祷：主啊救我，主啊救我。阮最后是因为你的拯救，你牵阮的手，互阮会当透过你赏赐互阮的开力，会当继续勇敢服侍你行落去。感谢主这个天赐，阮安尼祈祷，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